阿里凤凤你们要知道，等一下老师会问你们了，阿里凤凤是什么？林头叶，林头叶做成了，你们敢不敢？谁会做？阿美族的会做，对不对？它里面要加什么东西？米，做出来就变成什么？糯米饭。因为他们是靠哪里啊？靠山又靠海。哎，靠山靠海，他又很会说，这个又是在哪边啊？山上跟海边都有。他们有空没空，或者是丰年祭的时候，他们就拿什么？拿这个来做阿里凤凤，做什么？做那个便当。采收要用什么来？工具要用什么工具？翻刀。哇，这个叫做什么？翻刀。这是翻刀啊。砍树刀。这个是镰刀。镰刀。我这在干嘛了？没有，这个要这样砍呢。这不是，我是说一边拔手一边。哎，你这样拔的手，你的手早就被刺到了。这里，对，这个比较硬的地方哈。这个，我两边都很硬哎。那我直接从那边打开就好了。对，你不要那个，等一下弄不起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，等一下你要知道它是怎么钻进去的哦。这个拿起来，看到吗？老师，对不起。这个拿起来，好，这个拿起来到这边。全部装满了。你要配多一半，等一下。半。一半就好了，8分满就好了，同学。再开呀。可以开呀。可以开呀。对，再打开。等一下你就慢慢再塞进去，这样就好。阿里凤凤。阿里凤凤。这叫是阿里凤凤。它为什么会叫做阿里凤凤？为什么？先放下。好，督导站起来。督导，我问你哦，我们用什么工具来去采这个东西？镰刀还有什么？开山刀。哦，镰刀嘛，开山刀。还有呢？宽刀都可以，都是刀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工法是用什么工法？太公法。不是，颈这边跟这个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的工法，对不对？8分满哦，不能太多哦。还可以再装，可以。把米装完哈，还有4个同学。把米装完。对，10个，还有4个同学。还没，等一下还没有，等一下啊。他们装完以后你们再来。为什么是乱乱的？当然。老师不是说要用一半？行，知道吗？好，那你那个也是一样，慢慢的。这个叶子要多切一点。可以，你可以把它切掉啊，要不然你等一下，你用那个剪刀好了。你用剪刀，这就是鱼头心哦。好。剪刀。剪刀在哪里？那它911。你先把那个叶子拔掉，先把。我今天上